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食饭时间，真侪人爱食大肠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坑大肠坑的坑，读考验坑第一条。其实这里读坑是照用字，坑就是讲一款会当甲物件高调的圆圈，咱讲门坑啊。另外，更牛片的坑啊，咱可做是牛梗，嘛人讲是牛片坑、牛片圈。另外，还有古早式的插门，有门坑啊，方便关门，嘛当用来敲门。坑做动词，代表讲用坑啊来关条咧、拖条咧，像讲门就爱坑得好，牛爱坑得好。另外，坑嘛当形容足大粒的形，像咱讲这个人腹肚真大坑。另外，这里还有一个音读做宽，像讲宽头的宽，咱就惯势读文音。另外，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坑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吊伫咧物件圆圈，像讲门坑啊、窗坑啊。另外，还有真侪人爱食米粉摕去煎，圆弧形的煎甜坑啊。第二个词就是宽套，简单来讲，这是害人的计谋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因两人明明咧减肥比赛，阿明佮挑工请阿华食煎甜坑啊胖，这明明就是想要打败对手的宽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坑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宽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